保時捷18到23年卡宴有咩常見通病問題？呢個問題經常有即將買車或者已經揸緊呢款車型嘅車主問我哋。為咗讓車主朋友提前了解常見問題，做養車計劃準備及預防性措施，整車唔踩坑，我哋用呢條視頻列出18到23年卡宴嘅25個常見通病問題，供大家參考。問題大類分為發動機系統、電氣系統、潤滑系統、冷卻系統、底盤控制系統、燃油系統、制動系統、輔助駕駛系統、內飾部分等。視頻有啲長，要耐心睇完，會放出詳細清單，大家記得點讚收藏好。怠速或者冷車啟動嘅時候，發動機艙傳來嗒嗒嗒嗒嘅異響，係氣門搖臂有問題，換改良型氣門搖臂就 OK。儀表提示駐車電機故障。大概率係手剎比間隙過大，需要先調節下手剎間隙，唔得就要換駐車電機。怠速時方向盤抖動係發動機或者波箱機腳膠老化緩衝失效，需要換機腳膠。波箱到2000轉以上先換擋，或者熄火後風扇轉超10分鐘，一般係顆粒捕捉器塞咗，先洗下，唔得再換。儀表提示電池故障，啟停功能用唔到或者冇辦法着車，可以一步到位升級鉛酸電池或者原車鋰電池做修復。空調出風唔正常或者風量控制唔到，可能係伺服電機或者拎線有問題，需要換伺服電機。提示兒童鎖故障，一般係後排鎖機壞咗或者門鎖開關故障，需要換鎖機或者門鎖開關。提示 PAS 受限，係前擋風玻璃攝像頭污糟咗或者有故障，先清潔下攝像頭。PCM 360倒車黑屏，一般係排線斷咗或者插頭氧化，可以先清潔一下插頭針口。再唔得就要換成套插頭。儀表提示機油量不足，比較常見嘅係機油格坐墊、廢氣閥、渦輪增壓器密封圈老化漏油，需要及時更換機油格座、廢氣閥、改進型渦輪密封圈，避免高溫引燃發動機嘅風險。儀表提示冷卻液不足或者發動機溫度高，多數係水泵密封圈老化或者水泵真空膜洩漏，電磁閥被冷卻液污染。呢個問題需要馬上熄車，及時檢查處理。大概率係要更換最新型號嘅優化水泵、電磁閥、節溫器，否則電磁閥喺真空吸力嘅作用下，容易將冷卻液吸入發動機內部，引發其他故障。燃油標唔準，需要檢查確認。可以更換油位傳感器，定係要換油箱總成。如果油箱異響，可以加裝真空壓力閥解決問題。提示 ACC 自適應巡航失效，一般係雷達探頭被污垢遮擋或者校準偏移。清潔前降雷達重新校準或者更換雷達支架就搞掂。內飾部分常見天窗排水管堵塞，引致內飾滲水；座椅靠背異響；高速行駛車內有吹口哨聲；車頂異響；儀表台鼓包。呢啲問題揾我哋，通通都可以解決。由於時間嘅關係，先唔作贅述，點個關注。